神者，是大明者，是无上者，是无等者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无虚，不说般若波罗蜜者，即说咒语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。就一张灵魂安息，一路好走。所有好朋友，所有高雄市民，永远追思南无阿李成传到你的右手边，将手拿里。感谢市长韩国瑜先生，感谢我们的副市长，感恩我们各局处各市府单位所有的长官贵宾，谢谢你们，我们请五位。愿宋丽英先生，感谢愿童彦珍小姐，谢谢愿陈美娟小姐，感谢愿王义雄先生，感谢愿李亚芬小姐，感谢愿蔡金燕先生，感谢愿李亚主议员，感谢蔡武宏议员、曾丽燕议员、曾俊杰议员、刘德林议员、林义迪议员、陈善慧议员、陈信富议员、陈丽珍议员、方信渊议员、陈若翠议员、王耀玉议员、黄少廷议员、黄杰议员、陈丽娜议员、郑安丽议员、黄香淑议员、陈美雅议员、朱信强议员、李顺进议员、李雅静议员，感恩以及我们所有的团队同仁，谢谢你们啊！敬香，那也谢谢我们的康义成议员啊，献上追思与祝福。议长与我们相处的点滴，我们都会永远记在心里。人生最后的一程，愿他心无挂碍。全体向议长行追思礼，鞠躬。李成传到您的右手边，家属堂立。谢谢我们的议长陆淑美议员，谢谢宋立议员、洪彦成议员、陈美娟议员、黄义雄议员、康玉成议员，感谢李亚芬议员、蔡金燕议员，谢谢李亚竹议员、蔡武宏议员、曾丽燕议员，感谢曾俊杰议员、刘德林议员、林义迪议员。